佢，隻手喐嚟喐佢，哇！明未啊？小朋友碰你一下，你好好說嘛，一開口就是你老母走，不走就不走了，有冇關係哦？廣東話講到。哥哥仔過分咗啲喎，個細路女都喊到揞住耳仔啦，你仲嚟？去，看你個爛仔！你爛仔！喂，男人老狗俾啲風度好喎，如果唔拉個妹妹仔整到你嘅，你咪轉位咯，再唔係企下都得㗎，西鐵唔係好逼啫。再講啊，你講嚟講去除咗粗口，就淨係針住人哋係內地人，喂，道理喺邊？好明顯啊！你香港人人渣這個，你3個人渣，好大陸。個女嚇成咁樣都冇講粗口，哇！我諗唔係咁多老豆忍得到咯。你拿出來啊！你有黑衫哥哥仔下睇你斯斯文文，成個無賴咁樣嘅。買隻機車兩萬蚊，真垃圾的吧？小孩子碰他一下就罵。你好好說嘛！香港我估計是這種最差勁的人。